這也是一種窮，窮到只剩低錢。短短嘅幾十年間，東西方文化劇烈碰撞，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嘅智慧，似乎好難同科技為主導嘅西方知識形成有效嘅對話。不得不承認，西方科技知識極大咁樣推動咗物質文明嘅進步，但同樣亦帶來咗好多精神層面嘅挑戰。而今好多人內心非常之困頓，呢啲啱啱同偏重物質增長、忽略心靈發展嘅模式密切相關。事實上，東方傳統文化蘊含着豐富嘅調心智慧，但如今好多人卻覺得呢啲古老嘅思想同自己無關。由於種種歷史同埋現實，要重新接續呢一份精神傳承，確實困難重重。我哋需要釐清嘅係文化同埋知識係有住本質嘅唔同㗎。而家好多人都掌握咗豐富嘅專業知識，咁對尖端嘅科技亦都唔陌生嘅。但係呢啲係咪文化底蘊呢？答案往往係否定㗎。而家好流行現代人創作嘅知識形態，但係呢啲係好難回應我哋內心深處嘅迷茫㗎喎。我哋強調重視傳統文化，唔係出自盲目守舊㗎喎，而係因為佢喺安心方面有獨特嘅作用。試諗一下，如果我哋一味咁樣追求科技進步、物質發展，但係忽略咗文化精神嘅傳承，我哋最終陷入咗精神嘅迷失。倘若人都唔快樂啦，社會再點樣進步又有咩意義呢？單純嘅物質增長又點樣可以填補我哋心靈嘅空虛呢？經常去一啲學校交流，發現有啲學生狀態飽滿，有着清晰嘅志向。喺後生嘅時候確立方向，人生就會獲得持續前進嘅動力。好似古時候嘅人講啦，志不立，天下無可成之事。青春時期如果立下遠大嘅志向，無論係成為醫生、教書，定係其他有益於世嘅角色，並為此踏實咁樣努力，即便未能完全達成目標，人生嘅道路因此而明亮。只要你堅定咁樣走喺自己嘅道路上，世界往往都會為你讓路。呢個就係理想賦予人嘅力量。然而有一部分學生幾乎係毫無目標嘅，佢哋喺學校入邊虛度光陰，終日沉溺喺虛擬世界，同電子產品做朋友。問佢哋有咩追求，答案往往係即時享樂。曾國藩曾經講過，不為聖賢，便為禽獸。人生大抵有兩個趨向，一係向上提升，一係向下沉淪。如果缺乏超越自我嘅理想同埋利他嘅心，人同動物又有咩區別呢？呢句說話或許嚴厲，但係值得我哋深思噶。對年輕一代嚟講，確立人生方向係尤其重要嘅。無論去外國深造定係喺國內求學，都應該確立清晰嘅方向。好似完成功課咁樣，尋找人生目標係每一個人嘅必修課。如果喺成長階段就迷失方向，咁幾時先可以醒悟呢？如果自己都唔為自己嘅未來負責任，又有邊一個真正咁樣去為你負責任呢？周易呢本著作入邊有講，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意思係指喺啟蒙階段就培養純正嘅心性同埋志向，呢個係至關重要嘅基石。如果放任小朋友喺成長嘅階段就渾渾噩噩，到咗有需要擔當嘅時候，又有邊一個可以助佢哋一臂之力呢？事實上，個人、家庭乃至社會嘅美好未來，都係需要我哋樹立健康向上嘅理想噶。傳統文化對此係有着系統嘅闡述嘅。古人常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志，其終極關懷係利益眾生。而家好多人嘅理想就係局限喺個人嘅得失、財富、名車、豪宅、小家庭嘅圓滿。其實人終究唔係為自己而活噶，即便做唔到聖賢嘅格局，亦都要心懷廣闊嘅願望。我哋不妨靜心咁樣去思考，傳統文化究竟係咩嚟噶？喺當下嘅社會，我哋係咪真係好需要佢呢？